又嚟整龜苓膏啦！悶熱嘅三伏天，三懶嘢要少食，但係呢啲去濕又解暑嘅龜苓膏可以多啲整嚟食。自己整嘅，性價比高得嚟，真材實料，做法仲好簡單添。想要佢去濕解暑嘅效果更加好，可以好似我咁加返啲土茯苓、雲苓、夏菇草、胎菊、半隻羅漢果，市場雜貨鋪3幾蚊就執得齊噶啦。如果你懶得執嘅話呢，都可以直接用清水整原味嘅龜苓膏。我呢度加咗1800毫升，大概係7碗嘅清水。龜苓膏粉由細到大都係食開梧州呢隻雙錢牌嘅，細個嗰時阿媽已經係用佢嚟煲噶啦。佢係濃縮型嘅，裏邊已經加咗蒲公英、甘草、金銀花、茯苓，真係有龜喺裏邊噶。每一袋裏邊有6小包，每一小包可以整出4-5斤嘅龜苓膏啦。用500毫升凍水嚟開粉，即係我哋平時食飯嘅碗2碗咁上下，撩勻到佢冇乾粉粒就得啦。頭先煲好嘅土茯苓水呢，將啲湯渣撈返起身，一邊倒開好嘅龜苓膏粉就一邊撩，重新煮返滾佢，好快㗎咋，大概都係3幾分鐘。煲滾之後可以直接關火攤凍，都可以趁熱倒入啲碗度或者係盤度，加下啲天時，室溫擺佢10零20分鐘，佢就全部凝固㗎啦。改刀戒成自己中意嘅大細，根據自己嘅口感可以加返啲煉奶或者係蜂蜜，爽滑回甘嘅口感真係好正㗎。講得咁詳細都睇到呢度咯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都嚟試下啦。